呀，各位听眾，歡迎嚟到嚟邊寧學健嘅節目，等陣。喲死 ，sorry，對唔住咪嘅。我今年各位邊寧學健嘅聽眾，林伯會嚟教人講工作路人，今年2021年順順利利。用起我仔，你那新正會教過一個節，特別讓希望啦阿摩新正咧就彈阿摩女彈個大啦無，你同叫我俾介紹我特別嘉賓，我哋嘅老趙德哥歡迎。Hello。德哥現在 sexy 人哋破病時，當然到啲 Boston， 你對呀未新正？對呀。對到了中國是邊呢？中國，แล้วก็ว่าไง頂一禮拜ก็เราเดียวเรา來新疆，當然冇乜新啊，你咪吐過呀，但係頂一禮拜俾叫你卡開剛剛我超湖，歡迎超湖 ，Hello， 歡迎 ，Hello， 各位人好，แล้วก็ว่าไง老趙กับ我哋老趙大上一間厝儂甲無無毛白甲老狗囝甲樹林可能樹林好樹林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即個新疆那間葡萄枝歡迎葡萄哈 Hello， 大家好，聽到我是葡萄枝。葡萄枝到底砧板人幫晒啦，當劍都係聽你聲是啥？邊一隻問邊啊？但未怪啦，你邊一砧板每個冚起看。冇啦。Actually 啊，你當到處哦，葡萄枝。哦，到處咗。你去可能人介紹你下，你去夾配單。你而家你配單夾到啲你頭頂面，咁你買冚咗成隻蛋嘅呢，成個人乾冰嘅嚇呢？做死呀！不要緊啊，姑姑知道。等陣葡萄枝，你處是只好嘅，你處只大經阿摩佬係。冇講隻大經啊！嚇，特別冇講隻大經，中就是講隻大經啊！你去夾下，你去當劍廟裏買啊！你去夾配單，一配單一夾到你頭尋你配單尋你嘅麥冚咗成個標住頂啊！嚇呐！你一看你先係較好，你 test 看，你去夾配單。你去 try 我。你去 try 下。你未成，你有嘢啦！你到底嚟啊？我甲你講，那是做嚟講你就秒咯，那是冇講話是夾入配單夾咗。你一個我諗嘅另外隻新疆，可能到底嚟介紹葡萄枝哈，葡萄枝真正 sporting 啊，叫我去夾配單嚟解頭。然後我個另外一個新疆呢，就是即個頭一擺嚟講，炒豆歡迎。Hello， 大家好，我是臭豆。臭豆，特別嘉賓頭一刀嚟參加，特別聽咗幾年啊？嚇！我聽about 4年咗啦。哦，你咁樣講就你按照隨條邊頂學嘅呢？是我一個朋友就邊頂介紹我聽嘅。哦，特別感謝你朋友咯，較謝你朋友有幾個聽啊？我介紹有聽過。哦，你朋友名你冇計講係名就我朋友是伊無參加啦，講了講正名可能較無呢好咯。哦，所以嗰時候我聽4年咯。聽到我驚當基本聽。你驚咪曉講嘅話咩 ？Of course 會曉，我到邊嚟嘅嘛。我想到英國，我想到英國。我到英國，我當然是到英國。哦，你驚咧？你驚唔到英國？我驚我你會到英國讀冊掉。哦，你按照樣個樣大漢人呀，樣大漢人過來英國呀？對，樣大漢人嚟英國，樣不如來差不多2年嘅款咯。哦，你規家搞佢搬去英國啊？對，我是這邊嘅必要嘛，所以我是在這邊嚟咯，叫我內見啦，佢話啱。แล้ว你到底，但我聽你講你啱講廣東話。是咯，我啱是怡保人嘛。哦，怡保人，你叫煮特你芽菜雞係咪食？我煮可以食，我當然是在日本咖喱雞好食。
OK，แล้ว葡萄籽，你食啦呀？我頭知啊，就是葡萄籽。等陣葡萄籽，等陣啊，我會夾，我會葡萄籽。我有影冚嘅咗，冚起來啊！我冚咩啊？冇รู้冚起來，冇清差 ，sorry， 你聲冇清差。冇清差。特別唔是冚你嘅，係你當然當 internal 嘛，就 make sure 你冚過你 computer 就唔是冚你係你查進去嘛，你就。我冚咩係你啊嘛？你 computer 冚 internal 你 computer 邊嚇？我冚了，較好，淡薄，較好，做，較好淡薄呢。較好係先有清差，有清差。哇！你我咩阿苗介紹呢？OK， 你打漢咗呢度就咩阿苗咯。OK，特別等陣我覺得真係咁講，我俾架抄豆講先，抄豆你到底邊陣時是到落嘅？我到啲愛淡，到愛淡。邊領曉？你見嘅兩本是到啲到我邊領曉邊到行嚟啦。一大個外國人，大個就7-8年咯，我個 apply 人過來呢。哦，你特別錄嘅基本先是到啲人講就隻股啊啦。4年咯。哦，4年，แล้ว4年你 apply no 14年啊，14哦，差唔多กับ我上。我大正14年。你是98年嘅啊？我係你差不多成翻嚟點先。因為我大正做工嚇，因為我是嘅work permit 嘛，所以我別使 apply 我驚來嘛。所以 after that 我談我 PR 咯，咪是帶我囡仔去來咯，這邊談。我囡仔就細漢啊，伊17歲16歲就聽你頭話咯，就我介紹伊聽。6歲嘅7歲啊？17。哦，17、17 and 16。哦，嚇，17、16唔要緊。我介紹人。唔要緊啊，當今這邊為英國唔要緊啊，13歲都會使bắt đầu了。係啦，冇啦，你個家人講咱個技人福建話會抄我特別學啫，我不打人名意思比較聽嗬。我當今是講福建話，有時我人買後位硬仔講我講苗，咪家人講福建話咯。你大家你硬比較聽咩？福建話一般人家聽嘅咁嘛。講個大輪轉嘅咯，講個直直轉嘅咧，講個話笑個半死嘅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รู้當到底要講嘅每日到到嚟，OK，แล้ว當然我們每到啲葡萄籽是啊，葡萄籽。來，รู้是葡萄籽做。哇，冇做，冇รู้頭先冇啊。哇，頭先直接俾看 camera 你葡萄大媽媽叫葡萄籽，所以買一支買頭整嘅坑，小一數，數個小個未買。唔啦，緊張咁啊，緊張啊！แล้ว OK，我們未聊到安怎聽到邊啲學見嘅葡萄籽。哇！我幾年前我 college 嘛對，然後我 college 伊讀冊就係講買聽冊，我咯。我邊困咧，我看有一個人佇嗰邊聽，我就聽物件，我問伊你聽咩？查某啦，咧伊甲我講，我聽鬼故事，伊常常驚我，無咯我聽咯，我講我無驚，做反啊，然後聽，有影好了咯，聽講無啦，然後 after that 我轉厝嘛。我嘛search嗰邊咧學緊了，有聽唔知幾集，幾年後就講幾個月前啊，然後我甲 start 聽，對住我心情就無好嘛，然後嘛出嚟 website 看，看到之前邊咧學緊我聽了，心情較好了咯，笑咧。係啦，我試咪試下，一點鐘嗰啲笑就較別記啊。你錯啊，我笑。葡萄籽啦，安尼看聽到啦，แล้ว你朋友介紹一個聽幾個數，你查某嘅朋友？伊應該是無聽咯，我係唔知我朋友講無人知咯，我問人講，你攏知邊個福建咯？人講無聽過喎。哦，แล้ว你去介紹？有特別人就無咩聽，冇咩興趣啊？有人知啦，無去聽到就唔知啦。是咯是。即係我係有人咧咯，你會使啊 Christmas， 哎呀〜成個唔是 Christmas 啊，會使個啦，錄啦嚇 Christmas already 過去啊，但是你話打俾上人 present 嘅時候，你先 download 嘅啦，變嚟學嘅program 咧嚇，你係俾本到啲 CD 好像聽咯，到啲車去聽。哦，安尼個唔係啦，根本當係私人邊。
แล้ว葡萄枝，你聽到邊個是到落嘅？葡萄枝。我唔是我把你我是葡萄枝。哦，葡萄枝你燒個到底邊個啊？我把你係我邊個人？哦，你到底到落咧當然。哦，這個我這個 Paralane 入邊，Paralane。Paralane 啊 ，Paralane 是我 Para Road 嘅半咯。係大咪阿妹咯。阿妹咯。唔知。大我係咪驚咩公司？大。是不咁大？唔知。我新城入邊，新城。哦，這個新世界呀。大佬啊，大陸好。大陸啊，哦，我冇知道大陸。是唔是講標準？到底我哋小人經，我小人經，未怪你買未好事，未怪你買未好事，買起小氣。我小人經咪咯。哦，แล้วOK，先我攞你先椒咯，แล้ว當然乜都對起咧，老椒係一間每樣看，讓今年攞清11年有蝦米特別，會希望會做攞清11年，直講，直邊使講。冇人講啊，的哥。哎，播3點啦，蠻困嘅啦。我當然是 countdown 啊。OK，咱講新正啦，讓貴啦，讓新正讓裝去 countdown。這邊啊，這邊我是抄到，我是成功哦。會使。這邊嘅抄到是我看是因為做咩事，我係講舊年嚇，新正嘅New Year Eve這邊位啊，我搭車搭到半死嘅。是啊。แล้ว搭車搭到你使講你出去這裡Central London 啊，你對來點陣時啊，我看你6點鐘都比較早。對。因為一 block road 啦，個了正塔邊塔個了嗬。特別呢，嗰一行號呢，1月1號呢，兩隻車隻掉咪個了是慢。哎呦，黐講，sorry，冇就啲定啲。It's okay，你是坐車慢路1月1號，坐車啦，坐underground啊，咪個啦慢路。要可能買花車、搭車時咧，一個嚟人。唔是，一年是到一可能坐 free 嘅。哦。因為 UK 啊，伊人嘅stay bus 啦，丟價只貴嘛，但你本起價嘛。哦。咁咪是一年一到可能坐慢路咯。但邊呢，成個沙田湖你看啊。對。你是我從來唔捌去坐過，我14年啦，我從來唔捌坐過咯。你嗰陣時我就有個人騎。你嗰陣時花車啊？個人騎，冇啦，我嗰陣時坐巴坐啲位，特別盡量唔去坐咯，因為人冇就有個人騎嘛。係啦。你騎嘛，騎個啦，我看我本定身啦。你兩個即去即 countdown 時去搭一格位 count 咧？搭一位。我出坐到名稱看電視機咯。哦，係那較應成個玩嘅半段。那個唔是半段，路別個人騎，แล้ว我馬上就多出坐到看嚇，騎吧，要冇就到騎。因為人即係人個你老了，唔是講少年。係啦，老是幾歲？所以嚇50啦。50冇老啦，好閃，80就老。我大你1啊，我大你1啊，我大一輪都是小可愛嚇，哦。耶嚇，我是老可嚟。老可冇。大你就大一輪。啊，有影咯，有影然後我因為我出三條勁蕉嘛，所以我就被搞。哦，咁樣是講嘅。咁樣是講嘅冇咯。是，แล้ว當今晚個帶一個新嘅嘉賓對你老椒會比爸爸歡迎。sorry 啊，我哋做掉物件。唔要緊，介紹你就我問你嚇，你對我會你確定到底係咪你曉你哋做物件？你哋咪幫曬嚇？唔是啦，我 post 掉我係放卡莎。哦 ，OK。แล้ว就冇第OK，我見你去做。แล้ว我們每對對就話老椒呢冇毛病，讓新正是安怎？有去 countdown 沒有？New Year 時冇正。好啦，家姐多處咯。多處。
看一下我还有没有 holiday。咯，so far I think 今年了咯，我出去，我嘅 family 去Shangri Putrajaya 為 celebrate 本地上講有 fireworks 嘛，特別去到嗰邊嗰一年是tsunami 嘅年，所以冇 fireworks 咯。哦。了平，但是平常啊，物件未好食。所以我講我係反應未好食咯，一講宴會啊，啲開緊啲節日去嘅邊啊，cancel 去嘅了cancel 冇 fireworks。對掉。了佢咩大學校看 CNN 直嚟看下你 tsunami 嘅 video 嘅 set 呢？哦，係啦，我哋 tsunami 是 day after Christmas 嘛？我哋邊個就其實係是？哦，是咩？嚇！我哋邊個對？下一年嘅事啦，我到底我26號是搞 KL 嘛，所以我是有聽到。因為我每當平常時到底啦講到底 KL 啦，我到底開始到 KL 嘛，你到底 KL 是會做你說較濟人成個會去甲人開把油嘅，會去慶祝，即係真正 countdown 咪咧較濟是去大陸咧？較濟是去即係 KLCC 哦。哦。Dataran Merdeka 邊咯。哦，等陣，大陸係。Merdeka 諾邊嘅了。哦。KLCC 是迄個州啊，講真諾基加貢啊呢。哦，對。KLCC 啥對？諾基加貢對。tapi mau ke Dataran Merdeka? Dia, nang kita dataran. Nang kita dataran Merdeka 傾著，你後邊咪是隻窒咯？而家隻窒แล้วso look ก็เลย TV station 有喏變嘅แล้วดูbroadcast live for ลูก看咯。哦，ท่านขอแฮนเดียว啦。แล้วจังหวะเราเป็นตัว social เลย哦，嘛ตัวที่ชูคุย aircon 零啊 aircon minimum 咪จะขี่กับจับหลักต่อแล้วมาคุย哦。แล้วแต่เรา winter อ่ะสิ autumn นะแล้ว零ที่ชูคุยจิเนาะคอนจิกิโลมาละกูขวา in channel มาขวาชาบุกัน出來一點有啲嘢，แล้ว我就是看 Merdeka 咯，即係講緊嘅咯。錯，做豬螺啊！你咪做豬螺啊？豬螺 John 你名咩？新嘅大伯嘅做追佬，係咪做豬？你是做豬轉呢？嚇？做追佬，你唔知福建話做追佬？做豬佬係咩嚟？做追佬係咪齋咁計講嚟？哦，做追佬啊！係咪意思是做豬佬？做豬佬是做追佬啊！啲邊嘅可以做架羅嘅了要。哦，有人真係簽咩啲名？做豬佬就好聊啦，你做豬佬你是頭一擺嚟啊？啊那我哎呦，到 Facebook at 你估你會參我名抽我啊，都冇做名抽我喺微信。哦，或者八刀，攰一陣，next topic 勁嘅，會使，一句來當今先正時真名抽啊，一句。打唔先正嘛，當今先正咪先正抽我嘛？你是講唔是鄧人先正啊？阿毛先正啊？阿毛抽我表名 ，sorry 啊。攞清11年是啦，唔是攞粒一條，是攞唔是攞粒一條，是攞條一粒係攞清11年。攞班一嘟，對。誒，做水佬 ，OK， 做水佬就是你是先正嘛？你卡佢更加黃土，你。未使，會使啦，你度，不要緊黃包，你黃包，黃半龜，你今年是無你安怎出嚟邊咧學嘅咧？邊咧學嘅啊？我唔知啦 ，search 掉未記咯。podcast iTunes 就除掉，你當然是讀邊兩個？對，讀邊兩？啊，你安怎去除掉？你實際除邊兩嘅 topic 到啲 podcast 而家除掉邊兩學嘅啦？
無事做嘛。哦，就不實嚟。佢落去聽，誒，安尼好聽哦，我嗱轉物件安尼好聽啊，哦，掉啦掉光頭。啊，掉光頭咯，是較濟人是聽到就是掉啊。掉光頭啊，死啊氣消啊！有你有聽鬼告訴陳百里我哋嘅啦，冇人聽啦，唔是跟佢聽鬼呢啦，唔是聽嘅。我聽先阿古咯，先我唔知哪在嘛，那個要隨住阿三哥介紹啊，揾隨住好，隨住路啊。阿三哥介紹，我知阿三哥嚇，阿三哥新加坡唔是？啊，那係講未來無來後時啊，騙人嘅。哦，你白阿三哥啦。我百里我是早到到啲隻路會白嘢樣嘅名啊，尋倫倫邦，個叫倫倫邦是裝起無來。哦，倫倫邦嚇，我知倫倫邦門。啊，呢倫倫邦行啲嘢嘛。做 OK，你 OK，咁咪你咧，你到底你有時聽我聽你安尼講，我這個班日，你有真正是 New Year 是有去聽嘅大擺。冇咪出去啦，老啦。小山嚇。啊，老啊小山。頂到少年時咧。頂到少年時有咯，少年時要去行新街咯，新街在老莊嘛，少年時。新街啊？啊，新街在嗰度位哦。在。啊，新街唔是檳榔路啦。老莊嘛。冇啦，檳榔路是唔知檳榔路唔是啦，檳榔路啦，新我喺邊位呢？哦，就是講你特啲咧起大啊邊嘅嚇新街。我知我新街啊，因為新街啲行一頭行過去即檳榔路嚟嚇。啊，對，就係行出來對面就是四項樓啊，有就係起大咁起大別嘅，冇得變壓氣啊。嚇，對，那邊咩啊？咩邊啊？浪仔咩？唔是幾多啊？Odeon。啊，真係是啊。Odeon 咯。你嚇，但係你聽到誒年代嘅時，我唔知你幾年代先記留咗時，佢就是出去是做咩呢？先正。有 countdown 嘅。我嗰邊是有多數樣。我其實係無靠單嘅，我是去看，我細陣時我看不能使嘛，我講真出哈咪，你上次講阿摩正還是鄧人先正？你講阿摩正鄧人正？阿摩正啦，阿摩正唔知啦。阿摩正個不能使。頭先你看行潮啊，看。不，我冇講清楚，我是講攞71年阿摩正，然之後傾就 countdown 喎。我咪知我同埋其實鄧人先正吧 countdown 過。冇，我靠單。9、8、7、6、5、4、3、2、1，叫佢發財啊！我爆炸，我嘅靠單嚟。哎呦，冇，來咪到你做水路。你阿摩先知啊是，檳榔啊，你記檳榔，咱較濟有人去咧看哪格啊，古關哪格、新關哪格，小刀走擺嘅喎，你去哦。冇啦，冇去邊啦，踢個半死，我哋冇夾踢車。係啦，是啊。啊，我踢個半死，去人劇咗未？劇拍要。啊，去人劇。對，你啊，即係呢，我們未到啲係中國人，唔是中國人，到啲中國嘅。第個啊，第個你啲真正New Year啦，啊冇真正是嚇。你到底較濟，你到底中國過嘅是到底到哪過？做工咯。嚇做工啊！啊，做你安帶過來麥的嘅你特擺 ，Christmas 是走去海景與這先至係走去做工。做工咯，冇辦法。countdown 嘛，countdown 個 function。哦，較濟你對，哦 ，I see，明白。所以你較濟無通嘅其實個朋友，每次做工嘅人就一過啦呐。冇啲 stage 頂面跳，很貴咯。哦，跳舞唱歌拍劇嘅呢貴啊！老早呢？啊，對咯。老早咯。啊，老早。你有成日有希望講有時希望講有一年要過正是過，但無點們很平安過哦。有啦，對。哦，特別較濟人我上好嘅是一人哦。你是一人啊，想到你 compressor 個你 ex girlfriend 呀？冇啦，咪去上嘢啦。就係幾鋪掉 compressor 想你 ex girlfriend。冇咪去上嘢。你 OK，所以特別是去唱歌啦。你即各位聽眾，即是一時做過大人。你唔是做過大啊？所以你特別去唱歌咯。แล้วก็ว่าผมเสียวกวายล่ะ係啦，我知啦，講爽做過大。แล้ว對嚟了。嚇對嚟，微微話對嚟，微微話話，你特別你就係舊 wet 你嘛？我知。
แล้ว真正是咧，你去带 wet。我係叫啊，继续讲，继续讲，哒。OK，後面來講句，你話嗎？真正是，真正是。你聽到咩？你聽到係嘛？我冇聽到啦，我冇聽到。嚇，你講，你真正是跟住去做咩？啊？等陣，我加電，我答淡薄物件啫。OK， 等陣我講。OK， 你我講我真正是我嗬，我會記講，可能 around 10幾歲啊，個是18歲、19歲嘅時我嗬，然後就陣時嘅是 Gurney Plaza， Gurney Plaza 先開咯。Gertrude Plaza 嘛先開咯，咧一邊啊邊我嗬，一邊啊，定嗰是 hotel 嘅。哦，嚇，對。阿偉咧嘟 hotel 未開嘅時候，你就講。嘟 hotel 未開嘅時，你冇話其實當今冇迄個位本是有個嘅，就是講真濟迄個小飯店啊，小飯店啊，冇唔是當伊 ground floor 嗰邊嘅外口嘅。哦，我知。你知咧，嘛是你空地了咯，對，咧伊人就起痟咧，就到靠到邊啊嗬，咧就夾咧邊夾嚟轉。你夾咩轉啊？夾咧一點嘅，迄個人哦，人一條嘅物件，你一條嘅物件，嚇咧。孵出來只這條誒，你好。等我哭咗佢當咗頭卡啊！比但係你會錯啊，好少。我教你講下無指當嘅頭卡，個貴司機嘅你你個啊無，我是講，你 Christmas 一本有人嘅冰箱咯，然後嘅5節啦，先正嘅5節，你看先正師傅嗬，本是人啲冰箱本嚟，แล้ว我咪去參咩嗬，แล้ว伊人佢我未รู้啊，話你是唔是就講到啲你麥當勞細頭整嘅餅？所以 between 你嘟 hotel 跟你個嘟 plaza 係當係一個空地下邊咧。對，แล้วก็แล้วน่ะ佢เป็นขี้เศร้า咯。阿邊就冇講只冇講只扎呀，阿邊冇講只跨，阿邊只扎咯。只扎一表見，咧伊人爽起來啦嗬。Actually Christmas 本時人嚟款咧 ，New Year 本時人嚟款咧。伊人安怎咧？伊人夾咧，迄個舞嘅喎嗬，去舞怎咧車過了喎嗬，上歡喜上海過頭咧啊，แล้ว去做人嘅車哦。哦，用先人車過掉咧咋？人車過掉啊，是過個半時啊，去舞人嘅鏡哦。哦，你是講人嘅車，唔是人車，唔是咧特架車啊，人車啦。一花車掉嘅，佢哋車啲貴掉咧，我嗬咧，伊人去入嚟舞咯。然後你知佢哋物件我嗬，一淡薄成個黏啊，你講你就，你黏到夾嗬，嚇你黏到夾我嗬，你一掃呢我，sometimes伊會做個你夾垃圾乜你講你就咯。你唔知做人 accident 咯，唔知嗬？係咯，咧我就是對你嘅氣消咯。馬達別你阿威話話？我 after that 是馬達有來掠。哦，坐人車來掠啦。啊？坐人車就來掠啦。係你馬達嚟選咯。哦。แล้วลอง count down สิฮะลองสิตัดตัวอีก count อีบุติก็จะ station อ่ะสิลองก็แล้วต่อแต่ง skill 看不像 restaurant นั่นก็แล้ว冇啊一人到佢哋空地為大獎啊大獎哦你用抓 champagne 咯冇喎抓佢哋抓啦幫佢哋泡抓啊你我個慶祝我嚟新疆咯，慶祝一年後，我個一個新疆嚟啊！你名新疆？叫咩？叫邊路啊？你名真難拍。你名咩？
係廠誒。Nasi lemak。哦，nasi lemak 都唔是新疆，nasi lemak 來過誒，歡迎。Hello。nasi lemak 來過誒，唔是新疆 ，sorry。我未記你名。快先啊！啊，那新本啊，nasi lemak 歡迎。Hello，歡迎。nasi lemak 你新疆有去看到有大擺，有去跳哦。冇啦，冇那少啦。家己 celebrate 啦，多處甲我 family。哦，你大擺咪是多處嘅嗬？nasi lemak 咁咪是多處，頂到 nasi lemak 是就講講，但就唔啱我哋是嗬。啊是。對。去海景啊！啊，去海景啫咯，去行到 compressor。可能放炮。誒，這唔是阿莫先正，這唔是鄧人先正，你在講講。啊，這是阿莫嗬。都未請我，唔請我。你講嘅阿叻師傅一個唔知。做豬咯。阿 John 講 New Year，又唔講。做豬咯咯，你都冇講 Chinese New Year，你都唔是講 Chinese New Year，你唔是講 Chinese New Year，你講 New Year。對，阿莫 New Year。哦。countdown 呢？ OK 嚇，阿莫 New Year 啦，特別講我這 show 大多就是咪就阿莫 New Year， 阿莫 New Year。唔請啊！countdown 呢 countdown。阿莫 New Year 唔是 Christmas 咩？Oh my god！ 葡萄籽你講話。啊，聽到。當然聽到嚇。聽到。對啊，冇，我驚你聽冇啊。有冇問題。了，你去看到哦，唔是阿莫先正，是阿莫先正。冇。第二個阿莫先正，隔一禮拜冇啊。冇，多處家己 celebrate。OK 啦，當今換隻咧 direction 就攞清11年，攞塔個成個講攞清11年嘅紅色啊、紅水安怎啊？話係咪物件好啊？咪物件無好攞去塔攞清11年，還是新正當人新正個有嘅咧？冇啦，冇上線咧啦。有可能是當人新正個有哦。誒，今年當人新正嘛正早，今年當人新正是2月頭嘛，係3號啊？唔知幾號？2月頭。3號。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าตอนก่อนนะหมอแล้วลองนอเชงจับอินี่อุลังสังกังนอเชงจับอินี่来啊新的一年我ไป去exercise ไป去減肥啊看有咩有人嗰度做呢物件但係嘛是會講下今年係咩今年啊減肥咯減肥了減咗冇得冇啦冇 start 掉本啊冇 start 掉你哋明年咧，明年嗌講嘢啦，特年都做嘅啦。特年咩事講呢？New Year's resolution 啦，每個性即係炒股呢，新加坡嘅炒股。New Year's resolution 有冇做咩物件？今年。我明年嘅今年嚇。今年我愛去攞 diving license。哦。你比較講嘅話，潛水。潛水去點味。點味。點味咯，點味就是去潛水咯。點味就是講去 underwater 是去點味。我冇聽過，有聽下點味。冇聽過啊？較老嘅人呢？這裡呢應該這裡冇冇拜，我聽過有點味。點我個聽到這個臭豆啊，唔會講話雞甕。唔是，我係驚。哦，你驚講緊啲咩？我係驚。喂，是啦，以後可能我未好講福建啦、Chinese 啦、雲啦、暗河嘅咧，以後講嘅。搞咯。即係小女仔又因為按你話課，一叫個係 webcam 可能課啊。課係我後面就是課。
喂，啱啲話課，因為而家插小一拜，講放 webcam 啦，你咁講嘛？你特登話插小一拜，哇！你驚插小一拜，你驚只怪菇，但是對着擼嘅，唔是怪，是怪人。我而家是怪人呢。你是只怪啊？怪菇冚人。是啦，是我嘛是潮話出，你咪潮話出噶喂。哦，厲害呢！是大船，是大。好啦，上個。個青菜哈。係咪是講？下個青菜個 family 嘅 feel 嘛，唔係講嘅。冇成個朋友呢，未成講成個。你俾教我講話啊！你特別去 online download 喂 form 成填呢時嘅 submit 呢時我嘅 approve 咯，你使教我講話俾晒。你禮拜3點。我你禮拜3點啊！你做工點就建議嚇，我就 lucky， 因為我拜六禮拜較濟是有做工嘅，因為當幾樣我 4 days off 嘛，所以我建議就 lucky，otherwise 我未拄到嘅。你就我做工我點請我半暝3點半啊，真係啊！哦，你做暗工啊，還是？No， 唔是，我唔是做暗工，我是做2節早2節晏。但是講我做早班呢，我6點半就要實做工，因為下晡3點半我就放工了。所以我就要較早車，下晡我就坐無巴少無掉。所以你講我換車，我是無車啊。所以你特別你是平時你是無攤內邊咧學緊落葉嘅啦。未，我點曬邊，因為你較就是拜六嘛，有時做工我備嘛。所以有時點曬邊咁我。就我看，我我別曉這 computer 物件，我真正差燒嘅。特別我叫我囝，我講我要 try to 安尼，所以讓 help 我，讓我而家得到條就是無我別曉嘅。哦，讓教你做，計乖啊！伊囝幾歲？我囝17個16。17個16歲，我哋後生，我哋怪難嘅後生。我哋怪難，教又怪難。冚啦，tapi mungkin kalau dia kena usti kawa yang好咯。配到自己驚冚爛啊！啊，冇啊，講搭薄嘅冚爛就好嘛。搭薄嘅冚爛就好。啊，冇。係啦，冇冚爛嘛。哦，今年我攞清11年，我攞清11年我就俾冚爛啦冇。Let's New Resolution 啊！我靠！對 New Year's Resolution， 冚爛係咩事啊？我知，哎呀，大媽對起啊，一間，哎呀，做落水嘅，唔是做落水，唔知，做水佬。做水。大部嘅冚爛表見啊，先冇炒就好啦。係啦，做水佬啊？做水佬，冚爛嘅意思係咩？冚爛嘅意思係咩意思？冚爛啊！冚喺嘢爛咯，係啦，就是哦，我就是講冚爛是時候就係。嗱，我驚就講咧，嗱，一般講人家就冚咗嘛，就係咯。係咯。見朝去冚下地仔。見朝去冚，安真啦。你 OK，等我有啷會記講，我時候就啷到對上講定刀古早係邊樣嘅事啦。我是想到，當時講新正時，我特冇驚咗，因為我唔敢出門嘅，我特別聽人報告成日講新聞啊，話乜大家嚟燒啦，嚟即係你講得假邊嚟掠人啊，然後覺得上去咧，嗰阿摩紅頭兵啊，紅頭兵又嚟燒嘅人嗰啲。嚇，去只，然後呢，所以我特冇驚咯，我就驚嗰時候差唔多要過要到年有時我咁樣咩對嘅，對住幾部。嚇？葡萄籽你講咩？我冇聽到，你成日都浸文嘅。我都冇做，出來啊！冇，你冇做咩就未了路嘛。特別往時是對人啊，樣一定啊，那殺來殺去啊，大將啊，你別control，本是對樣去啊。我就驚咯。白 celebrate 咯。因為平時我每人就是到底得落碗好啦，攏有新正啊，冇新正有蝦米特別啊，是對人嚟講冇幫行嘅。攏講下，直接要講祈求。嚇？直接講祈求，安尼一人。你講祈求你快啲咩？我講話用講啦。古早有啦，古早個 celebrate 個節咯。安怎 celebrate 咧？
travel 咯 travel ，travel 到 US， 去 US 咯。哦，去 US 玩得好聊呀，你。平常時是多處啦。定得未？This year 嘅多處呢？哦，你搭擺咩去 US 啊？Almost every year 咯嚇。哦，你去 US 時你嚟到美國會得幾對慶祝先正？有一道是去 Lake Tahoe 咯。哦，Lake Tahoe 啊 ，California。然後有一道是到 Las Vegas 咯。哇，Las Vegas 咪真正老咗咯，真正。我老咗特別冷哦，冷到會死啊！真正係冷咩？會死㗎啦。US 喎 US。啊，得掉。Las Vegas desert 嚟嘛。係啦，掉。啊，咪就冷嘛。然後有一道是我哋到 Las Vegas New Year 時，我哋去看 concert during the countdown， 我哋去看 Goo Goo Dolls。嚇 ，Goo Goo Dolls concert， 哇，老咗咯。白做 countdown 咯，到 concert 位。哦。然後喂玩玩呢 ？Sorry， 你講咩 ？Hello。你平時自己出去去你你 drive 下，平時你有驚啊？成日講哎呀，個下你一人買出去呢喎。last time 未當今誒，你講當今自己換車嘅時候，佢冇搞 jam 嘛。哦，係啦，麻煩下。他個橋嘅，他個橋。麻煩。有時間搞嘅。繼續講。啊，我搞都係搞。葡萄枝都係得靠呢？啊，我是我唔知我17歲時啊。有吧？唔知無兩人會使出來嘛？แล้ว17歲時嘛放生咯，แล้ว頭期嘉賓嘅話咯，แล้ว小有樣小。哦呀，講下。特別個驚就係我諗迄陣17歲未曉咯，迄陣28幾歲咯，แล้ว一幫手啊，佢大條驚咯，講叫我我唔驚，我講冇個叫，我冇叫我驚啊。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อยู่ยังรู้ใจยังสงขี่มาแล้วก็ฉิวคนนี้อ่ะก็เกี้ยเราว่าไงก็ว่าโบราณไรแล้วเอาไปหอเกี้ยจับฉิวกันแล้วหอมาที่กี่เดียวมาเช่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นนี้ก็แล้วมันใจจับเตะหวยเดียวมันมาเสียงของไอไลท์ special แล้วมาเสียงของที่คันเย่ชาวเกี้ยน่ะแล้วว่ามาคุยกันที่จากสตีมโบ๊ทแล้วก็ที่กันนี่ drive เสียงเร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เสียงก็จะอีกเรื่อง50 ปุ่นเนี่ยสิว่าถึงนี่เราก็ว่าที่สอเชียงเลยเชียร์ท้าเดียวละ1เชียร์ม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คุยว่ามาไกลก็ลูกขี่ลูกชำหนึ่งก็เยอะขี่แล้วว่าจีแกงกับเพื่อนดูตัวเบงกองว่าแล้วตัวสี่ครั้งเราเบงครั้งละหัวแล้วจับจีเตี้ยไม่เอาแล้วยังฟังเผาแล้วว่ามา然後差路見話攬你熟上，我呢，佢又，佢又10分鐘佢又我一堆嚟話你耍車啊，佢看我問佢講Happy New Year，近我係講近啊攏嘅了，我就錯咗，我講我覺得講 Happy New Year 近攏嘅了咯，然後正看，我坐緊你來，以前跑我就叫近啊攏嘅了，然後。我唔係講唔屬於講，我去耍車咯，一年兩年無考啊咩啊，依個俾發生地咯，แล้วว่างจะสุภาแล้วว่าเป็นอยู่เลี้ยวว่างคุยกันเลี้ยวว่างอยู่ว่างจะดูละมาเราเลี้ยว耍車เรา無講嚟錯啊，แล้วคุยเอา就是一到年就嚟錯咯，แล้วคุย嚟發點正都錯啊，上都跑啊嘛，哇！我就係你我啲嘢就冇咁樣樣。變面啦，變面，你個計做朋友啊，睇下。屌講我朋友啦，就講黑市看起行。係啦，伊條花車咧，佢山車咧，浪到底係邊seaweed。就係咯，差唔多諗掉熟啊嘛，掉，因為真係紅飲啦，誒咁。嗰啲錯話嚟，我錯咗。你見對啊！
緊對嚇啊！即個廟，你冇看佢單嚇，真係佢在亂咧。我看個爸爸嘛。你看得啲唔條坑嚇，你看冇咩情差。唔係貓就看啦。你看咩？我咪你陪單看到啲你 computer 位啊，貴你 computer 看咩？對啊。你 computer 是到頂還是到落？但係我瞄啊，到頂我瞄嘅咯，安尼我瞄嘅。แล้วก็這裡德哥啊，德哥，係，我抄到，我聽到鬼，唔知邊個？哦，我係見到啲牌 game 啦。啊，你 mute 佢哋買啦 ，mute 佢哋買冇講話事。抄到你到底中國啊？你不到底上？唔是，德哥，你到底上海？你到底上海過這阿莫先正時候，不到上海過這過哦。唔捌咯，隔了不是做 concert。哦，所以你在平常時樣到底上海樣國門係上港到底去紐約嚟講，你去 Times Square 啦，到底上海到底到落去有。伊人去黃浦江，伊人去外灘咯。哦，浦江啊！黃浦江。黃浦江啊！你是唔是講下邊有一個 Apple Store 啊？邊？嚇，係咪嚟？下邊有一間新嘅 Apple Store 啊？是唔是？對。哦，意思下邊有名叫黃浦江呀？冇，係個 area 啦。Apple Store 裏邊是係叫嗰邊叫做南京西路。哦，特別依個 store 咪叫鋪，唔知咩鋪機，唔知鋪啊？唔係講鋪機啊！你講鋪機我笑到就嚟講過啊！講，係咪鋪機講過？哦，台灣呢嚇？唔是，我諗上海病嘅。哦，我知，我不確過，因為把一個鋪機帶回家嚇。That day là gì hả? Hello, 我係講姐。That day là gì hả? Ai vừa我聽到醫生好啊。德哥。哦 ，sorry， 德哥。我聽到醫生好啊，你上 clip 咗就，然後我電視上頭錄。一下咧。嚇？我電視上頭錄。唔是，我電視上頭錄。你 friend 啊，แล้ว醫生好啊，時我聽到頭整嘅廣告啊。一時笑到撲機，對咯，加油！真係4年整啊嗬，3年整喎，3年整。今年。哦，今年嗰陣係撲機個啊？關幾年呀？他就廣告嘅關係幾年呀？哦，好笑咯！我哋聽到是，我就成日嗰時見到係成日笑撲機。係啦，呢個冇上看嚟撲機嘅嗬？你係個講撲機卡哇伊。對，撲機卡哇伊。對，我冇看過啊！咦，冇上嘛，叫你過來冇上嘅撲機啊！馬路嘅冇啦，馬路嘅唔是啦。馬路冇上。馬路嘅是for 見奶啦。叮當咪是 for 見奶，因為你冇上，要隻 hip hop 嘅撲機啦，真係冇上嘅撲機嘛。是咯。叮當冇上。馬路都對奶啊嘛，馬路都對奶啊嘛。這叫啊？Nasi lemak 嚇，咩數？我係走了。OK，感謝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拜拜。拜拜。今日其實是3號啊，人冇法度就都要做工啊。了。我諗排名啊。排名啦。了。人冇人扣到。我每OK，咁樣講，對人嚟講啦，新年係一年有蝦米特別物件？冇聲，有蝦米特別咯？是先冇咩情差。
冇，今年特別咯。幾年 celebrate 咗成啊！啊，即係冇乜白講。哦，今年特別，因為今年有陸愛對嚟邊咧嘛，所以我人睇到見面嘛。哦，你是講攞清十一年較特別呢？我俾對邊咧數啊？是，我今年攞清十一年嘛，一個月，所以我無久就對嚟啊嘛。對，我應該是拍算差唔多9個月時，對啦，攞嚟使去邊咧學見到，咁咪幫嘢係廣告嘅，我訂幾件，但係咧我夾頭裏邊會幾多對。我未記repeat 咧，未記教人講。特別我個要介紹人講，就未見你新嘅一年嚇，未講話不當新嘅邊咧學見節目，嗱是講人就有興趣要參加上會當往幾日看你成招，你看嚇當時咱要參加邊咧學見嘅錄音咧，咱特別係去 join 啲 Facebook 邊咧學見嘅網頁咯 ，facebook.com/ 邊咧學見，啊無就是去邊咧學見.com 嘅網頁為咧，我那時要錄音嘅時，我對慢慢下一禮拜時我對報時，較就是差唔多一個季節落一擺你看啊。我是講到興趣參加嚟講，你使嚟教我人報名啫參加。你有蝦米話題先？頂住我每兩看有蝦米新特別，我咪講有幾日傾講有未做嘅啦。特別我寫起來啊是白刀到底嚟時講成個係做落水嚇，做落水，做水佬。做落水講落水冇成意思嘅，邊個碰水嘅好？做水佬啊，做水佬成個發展，做水佬會講臭話啊！我嗰陣到底嚟講咯，所以到底嚟報名。了，往時間啊，但係你又冇講幾個告訴一年，是等人先正，是冇講幾個告訴板凳。了當幾位每對即係。那是什麼？唔是那什麼？係咧炒豆，你炒豆你先按鈕你買啊！我未你到啲英國啊，到過 New Year 啦，有卡老咗過到啲馬來西亞過 New Year， 冇 New Year。我還是冇咯，因為我係在個古仔我做工點陣時，我做啲 take away 嘛。แล้ว我係頭嘅是from 23號參加一個會嘛，而係唔係 double pay 嘅人嘛，所以我 double ring 嘅。即係康康，如果一地點卡門嘅嘛，แล้ว我哋點是無開，所以往時康康嘅，แล้ว往時 store 就正嘅係啲餐館嚟咯，當時咧就自己煮啦，嗰啲你可能唔曉咯。แล้ว我最近3年我就換工了，我換去個地方做工，แล้ว對較好咯，所以我 Christmas 做工，還是話1個月以後做工，我有3 pay，我 double pay。แล้วอีกก็หาว่าoff day 所以我嘛做工咯。安尼報掉咯嗬。較濟先正乜是做工啦。做工誒，個咧做工咧都就冇人。係啦，就是咯。我人係咯，我咪是往做咯，往做3包嘅累，แล้วก็หาลู off day 喎，咁冇好。係啦，แล้ว個冇咪人。好。แต่ปีนี้ลูกหา tax ส่วนใหญ่จี咯。是啊。你對學的上節，因為當機是17點5嘛，所以明年去2點空了嘛，所以都唔係學的時咯。But 未歹啦，因為我就正做工曉，我學安尼借 tax 類曉，我家庭讀冊免類嘛，借啦，個咧免類，暫時啦。我不打就唔使咯，不打就你借了，你看當機樣嘅借你嘅9,000、3,000變9,000嘛。爬個輪咯，咁樣企嘅啊，咁樣企個了，因為美國個死，美國個買企個特吉，特別個無類。是啊，哎呦，咁樣正美國人先咧，because 樣就買學特色，咁樣買學特色啊，แล้ว你好嘅人咪是好咯，咧你無類人啲隻眼看咯 ，because 想啦，因為我當年是成日我你看我ตัวไปกิน做工成日是屬於政府間你看。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แท็กซี่เจ้าหอกระจกๆมาแต่อีตัวว่าหน่อยยังโฮโลจับซี because ยังก็คิวก็มายังต่อที่ college มา so 是 okay so อาดุมาให้แท็กซี่รู้จิบจิบยาวคุยปากปองก็ไม่อยากกิน係啦ก็好佢就特嚟驚就嗰對學你 school fees 嘅了佢嗱清我頭一年嗬我傳來今年點陣時候我去梅啦，因為上講我是illegal嘛
伊爱我一个人一个顿6000啊。哦。所以話比好勢。比好勢，所以你當金嚇一年嚇，咪個百幾塊嘅，嗱一粒。你好，好真濟咯，款咯。了我是想起來啦，咱個了嗬，唔知是唔是咱個了是當人嘅事啦，咱感覺到當人嘅先正，成個較有特別過，咱平常時過阿毛正對唔對？對，我 already 嚇，我 already 嘅我係 holiday 咯。當然正是，當然嘅我 already book，然後就我 holiday 嘅阿個7 days 咯。你看咯。葡萄枝你講咩？我想講。啊，你講咩？等陣講先即個炒豆。我是講較老抓咯。哦，是當人是只較老抓啦。當人是只嚇，應該是較老抓咯，因為我人本是當人嘛，我講冇聽，人本是 Chinese 嘛，所以人較濟 celebrate，只係阿毛，你 celebrate no sorry I'm Chinese I celebrate my Chinese New Year。那個 same 喎，你哋 Christmas present 嚟呀？I didn't buy anything。So, lu pembe kami mi kan hawa was be sabu like chocolate dengan hadiah lo. Nah mahal. Lu bo sanga lim champagne 係咪你看冇啊？ang ka wai kia lang edin tampo la. Bi wa be li ma jik ma wa le jian han ni jiu mi wa mas kanan si ya gai啊。好啦，我本別啲我是咩？我是到厝時，看住我每時只線嘅，我每時到厝嘅咯。到厝咧是 countdown 咧就係 countdown 過咗走去困嘅。反正我做工都是做工，冇做工，因為冇香港人Penang or Malaysia 嘛，即邊個領啊半死一個月。那個買出門。我個領個買出門，你知我人定不住條 minus 10啦、8啦、6啦，領家普吉準啊！領家普吉見，普吉準，領家普吉準啊！我同你講，領家普吉準啊，我就是領家自擺吧。冇你知啦，我出去做工係啊，我哋穿3條衫、3條褲。冇你備嘛，你 jacket 呢？係啦。因為我3點半就被請喎。個領我出去打巴試試，打巴試試。出去打巴正領誒，所以我就被安尼講你點先做，因為我當時做4節做4 on 2 off 嘛。4 on 2 off 要做內節早內節暗嘅咯，你看咯。This is 內節early shift， 內節late shift 咁咯。好啦，啦，正常 boring 啦。所以我看抗1年，有可能愛上對邊靚。哦，你不要等上時嘅話對啊，佢攤多啊。我講9月我未咯，做咩事？因為9月這邊會是 summer holiday，我人 Apple 就 busy 嘅啫。就 busy。因為你看我驚啊，伊講別驚，農年就即係嚟到啲上對啊啦，我咪上啲食蘿蔔啦。食laksa 啦，食 roti canai 啦，tapi 我講到人家己對咯，因為我家點曬變嘛。因為yang holiday 啊，我就 easy。你話有 holiday 點曬伊人冇放假喎。之所以我講到人免單嘛，人做人家己對有17歲16歲啦，我講人家到人做咁嘅。你用個咧到底馬來西亞邊年個咧冇朋友個啦，10幾歲定到冇朋友個啦。謝咯，因為一個讀韓讀。一個讀中讀，所以有人會嘛？哪裡本讀咯？伊人當然是 prepare 少女條嘅咋，少女條係俾不幾多咋。家己我講你人伊比淡薄啊，然後用少女咯，少咪細堆咯。我講兩做兩堆唔要緊，我家己18至9你600堆。這裡臭豆雞有講，你話發生未常常嚟啦，尋人。我在因為我點from 路嘛，你本來搞講，在咪說，在咪說我哋搞講，因為我都10幾年，我本是做 customer service， 我做 take away 啊，我打電話，所以customer 有人會去 solve the problem 係咪咁了？我當見我哋啲 Heathrow 做工，我本是做 customer service and 做 sales， 所以我特別係曉搞講話咯。你講別搞講話。搞夾小搞夾小搞線嚟啊！因為我做小我冇搞鏈，我乜都未出來物件，我物件只係物件淨夾清嗰陣你可能就有，所以我特別搞鏈咯。對，我為咗定內節我備一個手錶，可能12千500磅就有。
啊，你無教練，你乜哪做些啥？你講對，因為我做 jewelry 嘛，我做 jewelry 物件嘛。是。哎，你別阿個教練所以我入這個工嚇，我做差不多頭3個月啦。我就喺你 company 做200千嘅就有，一上我攞嚟超支你就有。喲，你真係夠背啦，你面你就人緣咯。嚇，可能我夠急少嘛。係夠急少。個格少都冇法咯，特別我特別靠這個出嚟按隻，個丟個頭你驚嘛？成日玩你看咯。你看咯。然後 OK， 這個禮拜咧，我人新疆咧就是冇咩意思，特別呢下個節咧2月時，往時都係落新疆嘅時，特別咧我會有當今就有隻新嘅 idea 咧，就是會講會。我有興趣今年攞清10年啦，我會做下咩嘅新嘅物件嚇，人講，咱邊咧學嘅咧會做新嘅物件，就是講我成日拍攝後會做係成日領導你哋學生，你看做 radio 嘅 show 啊，所以我拍攝時候會看做啦，特別隔了時 volunteer 啦，隔了時隔啲有興趣啊，你有本事有落意咩看條。我咪隨看 idea， 看有啥物意見啊，會落啥物物件，咁我叫微微包你食甲我講就較濟哦。OK， 簡單嚟講就是，咱講這裡是叫做廣播劇咯，廣播劇啊，然後福建呢廣播劇呢是真正少嘅嘛，然後當今咱有 volunteer 嘅這個producer 愛甲人做啦，然後所以呢當今是講安尼款 ，because 我人是 come up， 我甲阿龍是有 come up with an idea， 就是講咱愛做嘅伊個時代背景嗬是 around 1950等陣咪講嘅，睇你阿摩齊人表聽，時代背景。1950時代背景就是伊個年代啦，較古早嘅年代。然後我是希望講成日講阿讀啥就伊人有經過迄個你被吹 information 安尼款嘅伊個年代嘅喎嗬 ，because 咱愛我是講愛做呢就做甲安怎講下較安怎講較 local 嘅咯。你就就是講到對檳榔嘅較正嘅位啊，伊地方啊，定古人去蝦米地方嘅名啊，新世界啊，講社會萬山啊，咪去社會萬山買菜啊，咪安尼講，你就就是安尼講嘅檳榔垃圾嘅地方，安尼講較有意思啦，我是感覺到。你特別呢對我嘅年代嚟講，我是無了解，冰島檳榔嘅 island 嗰邊情形是安怎嘛？了咱個唔是你年代人嘛？แล้ว所以呢是希望講成日講 collect 安尼款 information， 較用寫嘅 script 出來。對。無可能，無แล้ว所以我是希望講，你較老鳥啦，你較成個阿篤嘅年代。阿篤年代唔是一抗嘅咩？講阿篤嘅年代。แล้วอันนี้講呢所以成日講伊人會使 contribute 就係講互伊個人嘅意見啊，咧伊人嘅即個故事啊 ，maybe last time 是伊人，我有淡薄 idea 就是愛做迄種成日講咱香港有一個啥物房客了嚇。啥物家房客咧，袂記啊！成日講72家房客，安尼款類似安尼款嘅，就是講伊風格是安尼款嘅物件，我嘅 idea 是安尼款，然後阿龍嘅 idea 是安尼款，然後意思是講愛做安尼款嘅年代物件了，較好聽咯，佢哋個是老檳榔嘛，咱講。啦，老檳榔，就較有意思啦。特別是講，咱當今咱嘅 information 無夠。對，咱特別希望咧，聽檳榔福建嘅老鳥咧，你較有回聲，還是你會曉，你聽你講你爸你媽有講咩故事係是定到60年代、50年代、70年代時呢，你就會使甲寫 email 互我，還是寫 email 互微微娃娃，還是阿龍咯。還是特嚟玩 website 嚟講啦，你講都俾 volunteer，所以我個環護啦，個幾日到個，是我咪燒，我咪當然咪燒掉佢哋
有興趣要聽講下面話題，然後你使咁 suggest 是學我人做 research 咯，成日我咪每物件是唔就講話是60年代是得這班山出名是有蝦米出名嘅店啊物件是，但是講我會記嘅呢，你就是學我梅咯，你嚟教我人朋友嚟講就啦。安尼款咯，然後講啦，แล้วก็有 information แล้วก็有，但是講有故事來講，袂使學你嘅故事咯，像愛情故事啦，像咩啊，安尼款啦，แล้ว看入來寫 script 喎，像安怎咯，安尼款咯嚇，แล้ว你ไป contact 你安怎？是咯 ，contact 我。contact 你會使咯。OK， 佢邊咧學見嘅網頁，有一個 email 就出邊，我有 email 個 link 到邊個，是 Facebook 唔係使 Facebook 啦，係 at 我 Facebook 本邊 check 嘅。冇得是Really and Mobile Radio.hk 咯。我是 online on 唔是 online 哈，唔是 pineapple online online at gmail.com。冇得使佢邊咧學見 .com 嘅網頁是邊咧學見 .com Facebook.com/ 邊咧學見。แล้วเขียนเป็นแอปว่าสิจอน้องไม่ใช่เป็นเขาแค่ facebook.com/จอน้องแล้วก็有就是講咱不是愛有像迄個安怎講哈演員的嘛就要演的啊對哦就愛有興趣演的呢吼本會使volunteer 咯安尼款咯咁咱是講做了爽啦，你講做了做了有興趣啦，咱 because 咱唔是 volunteer 啦，唔是講有你談嘅，所以我是講地口是做較買上大聲，你 skill 忙做上大聲，較細啦，就是做趣味 ，because 你在邊咧學見啦，人來聽人講笑唔嘅特別，但是講你睇做淡薄 history 嚇，個來淡薄 history 寫出來誒 work 唔是趣味本啦。這是我攞清11年希望要做，我講我人咧就是講伊人啦，人哋我冇要做。แล้ว我同你講，แล้วนี่咱嘅 producer，愛介紹者，這個 idea 是其實是有一個人 propose 嘅，แล้ว伊真係有心呢，愛甲人做咯，แล้ว愛 mix 伊個。其實講真嘅，若是講愛入來做一個廣播劇是真正無簡單，愛 mix 那是無簡單咯。那所以即間人呢，就是愛介紹伊出來者。會使，一句德哥。對，德哥有地哦。Hello， 我有地，我哋聽到。你愛破病嘅職啊？你破病當叫。แล้ว就是講咱是希望講伊若是講伊袂對教來落來講呢，就是我會甲你人成講recording 咯。若是你做邊個人啦，若是你做邊個人嚟講，你無麥是特別你個要落呢即係會話我係甲你到落咯，你看。即係講假使有興趣嘅事咧，就係講。或者你是咱使做一個話題啊，是咱講嘅about 咱 idea， 可能或者較有 idea 嘅事啦。對。好啦，แล้ว下禮拜我到對嚟邊嚟學緊嘅再講句，下禮拜我講翕小影只節目講咯，我上對頂到嘅咧翕小影嘅咧 studio 咪講個節目講咯，到對嚟參加我下禮拜講翕小影嘅話題啦。感謝下禮拜再見，我哋特別嘉賓咧是做水佬。講唔到係名做水佬新加坡炒湖維維娃娃老椒甲有英國真正久了把你甲太嚟講炒豆了個有葡萄籽甲波即個無毛白甲無毛白嘅波老舊鏡甲我人到底海見為過 Christmas 嘅時陣會得過改 compressor 過時陣，感謝啊，那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哎呦，死啦，我係聲，真冇聲去啊，我我 system 冇聲 ，OK 等陣 ，OK 拜拜，我唔對 soundboard，sorry，bye。